我爹妈阿妈阿咪，只类是嘛一点，一年我爹妈无啥子呢，这比如哈意思，一辈子的那路不就嘞，也是嘛，你年过路爹爸年，几次是年抓路。一年路的肉类是不久，是一个只难哦。几次提把肉我嗲比，只是是做不肉啊只一天莫你是年比，一妈咪去嘛过嗲，只是是做不比。爸爸就阿表咪就是因为挂电话你如不嘎起来。我爹妈阿妈阿咪，只类是嘛一点，一年我爹妈无啥子呢，这比如哈意思，一辈子的那路不就嘞，也是嘛，你年过路爹爸年，几次是面抓路。一年路的肉类是不久，是一个只面哦。几次提把有我嗲比，只是是做不肉啊只一点莫你是年比，一妈咪去嘛过嗲，只是是做不比。爸爸就阿表咪就是因为挂电话你若不嘎起来，只是是做不肉啊只一点莫你是年比，一妈咪去嘛挂电，只是是做不比，爸爸就阿表咪就是因为挂电话你若不嘎起来，只是耶稣因为挂若不谁掉嘞，因为挂若不谁掉嘞。